虽然现况只是一间租用的透天，不过以后伫遮将接受20位身心障碍者提供照顾加训练，号名小星星工坊。该日间作业设施为伫林德由担市慧心关怀协会经营，希望提供身障朋友更较侪学习加发展，实现自我价值。我们在这边，我们再加以辅导，然后再加以带领他们在工作场域的一个特性。那当然了，还要学习一些生活技巧，还有一些知识能力。那我们在这部分呢，也会请很多的老师来陪伴他们，来教导他们，然后让他们慢慢能够融入到社区，学会自己独立。启用头一天，包括林德区长等侪民代贵宾拢到场，希望予新丰区有需要的身障者一个月3000块，得当就近接受照顾加训练，减轻家庭负担。目前台南已经有38处社区日间作业设施数量是全国第2名。那但是我们有发现，依照身障人口数的部分，在我们的新丰一带就是仁德、归仁、关庙、龙崎这一带的资源跟人口数比起来的话，还是有一些需求。所以非常感谢慧心关怀协会愿意在我们仁德区再开办一处社区日间作业设施，可以让更多的身障朋友来受益这样子。那也欢迎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就近来这个地方洽询接受服务。慧心关怀协会表示，只要即伫台南15岁到64岁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朋友，拢欢迎报名。洽询电话06-267-2267。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